欺负的他，欺负真少，讲到一小个月了吧，就说你干了嘛？结束。是啊，很快吃少嘛，我花了万吧是。至少嘛，给他管点手机嘛，管，两个就是我们也那个大开始。这管这个跟管事吧。这说没得管这手机嘛？ No no no。这手机，那问什么样多？总之是什么对？这听到是什么？完。这是问的，把那个是问的可能完了，但是结束。喂，你们这是问说哪个？结束。不信没说真，那张什么叫真？这是我要搞。是就是我们这个，等我得给这种玩这个产品嘛。这是关键，这是每个的看大。大概少给爸爸吃。No no no no。是的，人活是嘛？人活上就说嘛，这个上没给管这个事儿。是，不管这是个没给，这管啥不行，光看着很脏。都，就是。这个吧，本来是说第往回就是关键的是演打完。结束。反第二季就扫三，这公到公里是别个那少这么了。结束。行，就连续少这个的眼睛就是这么去上当。今天他爸爸妈妈你在吗？就我这时间他爸爸没嘛了的。这少的什么来着？这是啥？吃手光没的呀，是吧？叫帮你到这叫，但是叫跟他是结婚，手机看他家他是这安的手多是的，懂？尽管我最少讲个，就是这个大生意没得给我时间，这是爸爸妈妈你在吗？咱这有事情，他那个在深圳吧？但是中国这个是像就是跟那个大一样，是不是现在做是啥？啊，这看电视，看那个那电视剧的，我天天买，20块钱看，现在说干嘛的？但是，对，好嘞，结束。好嘞。No no no no。